足不出戶亦能賺取生活費，喺屋企帶小朋友亦可以創業，月入過萬不是夢。關於我哋公司要搬遷上去到佛山，規模要放大，好多朋友問我最多嘅一個問題就係：小樂樂，你公司仲要唔要人啊？我亦都想跟你做互聯網，依家事業冇收入啊，真係好難。對於一啲冇工作又冇收入，仲要喺屋企照顧老小嘅，我亦都非常理解你哋嘅心情同埋無助。今日咧就一一回答大家嘅問題，順便教大家如何足不出門都可以賺取生活費，手把手教大家點樣唔使踩坑，亦都可以喺互聯網上揾到錢。呢啲係我做咗互聯網細個年頭總結出嚟嘅。視頻有啲長，大家記得點讚收藏慢慢睇。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公司仲要唔要人？我哋嘅公司真正落實落嚟呢，歡迎各大人才加入，同我哋一齊追夢創造更多嘅奇蹟。大概需要再增加20人左右，前提係你必須要中意互聯網，要對互聯網有一定嘅認知，要對互聯網感興趣。我哋歡迎你加入嚟同我哋一齊交流學習。工作崗位呢，就台前幕後都有需要。第二個問題就係對於唔敢出鏡、唔識直播、冇口才、冇經驗，點樣喺抖音賺錢？首先你只需要有一個實名滿18歲嘅賬號，抖音超過1000個有效粉絲，就可以喺抖音做視頻帶貨賺取對應嘅佣金啦。抖音視頻帶貨嘅素材點樣嚟呢？抖音嘅產品鏈接點樣嚟呢？如果你哋懂得基本嘅拍攝技巧，你可以直接自己去抖音選品廣場選品返嚟，自己拍攝掛鏈接發布。當然啦，亦都要防止商家嘅 AP 貨，因為我哋亦都踩過坑啊！依家我哋所有對接嘅商家都必須係知根知底嘅先敢合作噶啦。咁如果你係基本嘅拍攝技巧都冇嘅話，你就可以用最快嘅方式去變現，就係授權網紅嘅切片視頻帶貨。咁具體點樣操作呢？依家我就一步一步教大家。依家好多網紅嘅切片都已經開放式噶啦。咁點樣可以攞到授權呢？你需要揾到嗰個網紅嘅本人或者佢哋嘅商務去加入到佢哋嘅授權。當然啦，我哋嘅公司嘅切片亦都係開放式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亦都可以了解下下邊我呢個共創嘅賬號。咁攞到授權之後，點樣去操作呢？你唔需要交任何費用，你只需要開通你抖音嘅櫥窗帶貨功能，跟住交500蚊嘅保證金喺官方。呢個錢喺你嘅抖音賬號入邊嘅，以後你唔做啦，關閉櫥窗啦，呢個保證金係可以退翻俾你哋嘅。切記嗰啲額外問你哋收費交費用嘅，大家一定要謹慎。當然啦，每個人每間公司嘅經營模式唔一樣，可能有啲公司佢亦都需要收取你嘅一定嘅學費，亦都唔出奇。但係我哋嘅公司係唔需要收取任何費用嘅。如果有人利用我嘅名義去問到大家收費嘅，直接拉黑就可以啦，一定唔係本人，亦都唔係我哋公司所為。咁你嘅櫥窗開通之後素材喺邊度攞呢？鏈接點樣上呢？我哋到時會有相關1對1嘅教材，手把手教大家，包括有素材、產品、鏈接，我哋都會免費提供俾大家。你只要學識簡單嘅剪輯就得啦。等你嘅視頻掛上鏈接之後，有人購買你嘅嘢，你就可以賺取對應嘅佣金。仲有就係你哋開通櫥窗嘅時候，綁卡一定要綁你哋自己用緊嘅有效嘅卡，因為將來你哋賺取嘅佣金提現都會喺個卡入邊。視頻可能講得唔夠詳細，大家多多理解。有咩唔明嘅地方，亦都隨時歡迎大家揾我去探討學習。歡迎大家一齊加入我哋小樂樂傳媒有限公司呢個大團隊，一齊去創造更多嘅夢想同埋奇蹟。小樂樂亦都係一個草根出身，我願意將自己學到嘅，甚至賺到嘅，去教你哋，去幫有需要嘅人。特別針對如果屋企有病痛傷殘人士我哋會優先去手把手先教。有呢種情況嘅朋友可以隨時了解下。